高雄有一间开24点钟的麦当劳，今早起发现讲一个查甫人死伫便所内面。警方调查，这个查甫人对初七中昼就伫咧便所到呾才互发现。麦当劳表示讲，员工拢有定期去巡，若准时当咧使用的便所，就较好发现问题。因来提醒这员工就要提高警觉。 警方伫店内看监视器了解案发的经过。高雄南仔溪一间麦当劳分店的员工，初九早起发现有一个查甫人倒伫查甫厕所的隔间，警方拘捕到场了后，发现这个查甫人已经明显死亡。现场没有打斗痕迹，身体没有明显外伤。据了解，48岁林姓男子明显死亡。 已报请台湾桥头地方检察署检察官相验。警方调查，姓林的死者40多岁，是在这间外包时间厂商的员工。初七中昼去麦当劳了后，就直接入去便所，一直到初九早起才互人发现。为了配合调查，分店嘛大公告暂停营业。在那个表上面，他都会打一个记录，就说我已经清洁过。所以如果他们都没有落实。 发现这种事情，就是没有管理者没有承担这个责任嘛。根据了解，这间分店厕所是政府立管的公厕，有民众认为，既然是立管的公厕，业者应该有责任确认安全。不过，即马中央也是高雄的公厕管理办法，主要也是规范环境清洁，也甲设备维护。高雄市另外对性别优先厕所有要求防止偷窃的指引。大部分那个应该是工读生嘛，你要叫工读生做这个，应该是确实是有点困难。顶多就是闭店可能要去巡一下，应该是做得到的。 麦当劳发声明回应，这个分店是24小时营业的，员工也无定时巡视。不过使用中的厕所较歹发现有各样，会提醒员工执勤的时阵提高警觉，也会对分店启动员工一对一的关怀，嘛会提供助商。记者采访报道。